陈义伟，陈义伟，喂，陈义伟，受洗的陈义伟到了吗？化解，帮我看一下。请问一下，陈义伟弟兄受洗的。感谢主，今天是主所赏赐的日子，也是主所要赐福的日子，阿们吗？今天早上我们就用这一节的圣经章节，再次让神的话语能够再次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今天从头到结束，神的祝福都满满在我们身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神的话语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，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。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我们再一次来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，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里欢乐。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诗篇第28篇第7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上帝，亲爱耶稣，亲爱圣灵，感谢赞美你。今天是你所命定的日子，今天是你要赐福的日子，谢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现在我们也用诗歌颂赞你的名，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都归给你。你是配得的，主啊，你是配得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，阿们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。我们一起来说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吗？我们一起宣告来说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我们再一次宣告说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阿们。一起拍手。颂赞都归给我们坐在宝座上全能的阿爸父。我们一起来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，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，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。我们再一次全颂赞归主我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。齐声献上同心敬拜，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。我们高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荣耀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。我们再一次高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。荣耀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。我救赎主，我救赎
斯夫妇，还有一起，我们用着跳舞，如同大卫一样，我们跳战胜的舞，再次来宣告，主你的名是配得颂赞的，阿们吗？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在神面前宣告说，我们是18岁的，感谢主，是我们有好的体力，能够用着舞蹈来宣扬主的名，阿们吗？再一起拍手。好，给他预备喽，跟着我们文斯夫妇一起来跳动。我们再次来说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，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，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。我们再次说全颂赞归主我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，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，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。我们高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荣耀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全颂赞，全颂赞。我们再一次来高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荣耀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。我救赎主，我荣耀你，我救赎主，我医治者，医治者，今释放我，就是他。再是我救赎主，我救赎主，我医治者，今释放我，就是他。再次我救赎主，我救赎主，我医治者，今释放我，就是他，是耶稣。再次我救赎主，我救赎主，我医治者，今释放我，就是他。我们再次重奏全颂赞归给主，全颂赞归主我神，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，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。再次全颂赞归给我主，全颂赞归主我神，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，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。我们一起高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荣耀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。再次高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荣耀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。我们再次宣告说，我救赎主，我救赎主，我的医治者，我医治者，今释放我，今释放我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救赎主，今释放，今释放我，就是他。我们再次说，我救赎主，我救赎主，我医治者，今释放我，就是他，主耶稣，全颂赞归主我神，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，全颂赞，全颂赞归主我神。我们再次高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荣耀哈利路亚归主我神，全颂赞，全颂赞
给我们的耶稣，献给圣灵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主，谢谢耶稣，谢谢圣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也是圣餐的主日，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思想，来想一想，耶稣为了你做了什么？是神迹，是拯救，是复活，还是完全的爱？耶稣就是神迹，耶稣就是拯救，耶稣更是复活，耶稣更是那一位完全的爱，毫无保留的主。我们一起向神献上这一首歌，让神能够再次掌权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再次深深的向他悔改，深深的再次向主说：主啊，我爱你，主，我爱你。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，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，你的选召没有怀疑。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，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，你的选召没有怀疑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要忘记，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。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要忘记，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。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完全降服，完全降服，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，你的选召没有怀疑。我们再次将手举高，说：我生命献给你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
到死人有盼望的主，耶稣是死亡有复活的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用祷告，不管你是用方言、用悟性或用灵歌，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开口来向神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的拯救，主啊，谢谢你再次让我们知道，主你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主啊，谢谢你再次用重价来赎回我，主啊，我是你所赎回的，主啊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也就主你大大来帮助我以及赐福我们，主啊，不管我们在社会上高地位的高与低，主啊，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来顺服你，再次归向你，主啊，你是圣洁的，主你是圣洁的主，主啊，你是圣洁，主啊，你是那被杀的羔羊，主啊，你的死不是白白的死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再次来与你同在，再次来帮助我们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求主再次赐下我们。是给我属于你的梦想，爱像你，我不如在天上。是给我奔跑不缺力量，如鹰展翅上我们再次，主啊，赐给我。是给我属于你的梦想，爱像你，我不如在天上。是给我奔跑不缺力量，如鹰展翅上空翱翔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要忘记，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的我们再次说，我生命献给你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要忘记，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的你说，耶稣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的歌。我们再次说，耶稣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的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，使我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躺卧在主你青草地上，主啊，安歇在溪水旁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主你面前安然得稳。感谢赞美神，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仍然站立，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，请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请坐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主，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主啊，你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因此
主，我们要颂赞主你的圣名，直到永远。主，我们要欢喜鼓舞。主，我们要在主你面前，主啊，能够完全的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主耶稣。主，在今天早晨，主啊，你带领众弟兄姐妹来到圣殿，主，我们一起来领受宝贵的圣餐。主啊，求主你恩典临到我们众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主，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，主，我们纪念主你的死，直到主你再来。主啊，也让我们能够更多在我们的每日生活当中，主，我们可以经历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在现今的世代当中，主啊，有许多的不安，主啊，有许多的不公义，但是主，我们相信，主，你必定要作王掌权。主啊，你必定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主，你要成为万军之首。主啊，你让你的百姓能够安心的跟随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在今天早晨，主，求主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更多敬拜你，让我们能够更多领受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也恳求主你在我们的翁牧师当中，他口中所宣讲的话语，能够进到众弟兄姐妹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多的来依靠你。谢谢主耶稣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现在来报告。我们翻开周报的第4页，本会消息：一、本主日举行2021年第4次的圣餐，欢迎全体陪餐会员拱手圣餐，同沐主恩。第2场我们有补洗礼的名单，是成人洗礼陈义伟弟兄，有在现场吗？好。第2点，小会公告：一、本会定于11月21日召开临时合会，举行第22届长职选举。本次预定选出长老10名，执事25名。本届长职候选人的名单，请见第9页。敬请候选人在配合我们办公室来拍照，那以利编印选票，谢谢合作。如果经过祷告当中人觉得暂时不便成为本届候选人，请亲自跟陈牧师报告。为使选举过程一切顺利平安，本会特举办21天连锁禁食祷告，从11月1日到21日。有负担的兄姐，请在公布栏登记，或者是在网络上面来登记。第3，本会定于本主日下午3点，在教会主堂举办领袖训练装备会，敬请各牧区小组长以及外展事工单位的组长准时参加。第4，右昌教会的公告，配合政府防疫的政策，我们有相关的措施，那敬请我们来参阅。第5，1楼的广场有铺设油漆，那请我们也按照规定来停摆车辆。第6，本会第16届新生命讲座定于11月7号到12月12号，总共有6个主日，在下午3点到5点。那欢迎各组长推荐慕道友来参加。第7，本会定于11月14日举办为救恩感恩、为救人捐血的活动。那相关的捐血者以及志工请跟我们办公室来报名。第8，下周主日饥饿对策主日，请我们兄姐能够关心以及代祷。第2，肢体的消息，定于10月26日上午的10点召开区长会议，敬请区长出席。第2，互助社有许多的这样子低利率的贷款请我们来参阅。那如果我们是还没参加互助社的弟兄姐妹你有意愿的，也可以来
地下室向我们互助社的专员来洽询办理教界的消息。高中松联部定于11月13日上午9点，在香蕉码头举办重阳敬老的感恩礼拜以及长照2.0的训练。如果你要参加的，请向我们康长老来报名。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16节。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16节。第1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，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。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，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愿主赐福他的话。好，我们在讲道之前，我们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吗？好，讲道，请我们翁牧师，圣灵里结出果子。陈牧师师母，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分享圣灵里面结的果子。说到果子，我相信各位到菜市场，你们买水果的时候，你们挑的水果绝对不是挑的生涩的水果，你们挑的水果也绝对不会挑说绝对不会甜的。我相信你们挑的水果一定是成熟，而且甜度够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上好等级的，没有人故意要挑选的果子呢，是又小颗又不甜，外表又坑坑巴巴又难看。我想不会有人故意挑这种水果来吃，也不会故意挑这种水果来买。然后对于耕种的农夫来讲，他盼望他的所种植的这些果树或农作物，它的果实它的农作物的收成，第一个他期待的农作物，它的果实是颗颗饱满，每个都外观都很美丽，而且果实的甜度都是充足的。我想这样的果实在卖相也好，在
果子的等级也好，应该属于 AA 等级的哈，就是最好的。那最好的等级的价钱，跟那最小的外观不好看、甜度不够的等级的价钱，应该是相差很大。耶稣基督用比喻葡萄树来说明。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天父上帝盼望透过我们这些葡萄树的枝子，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实，而且让天父得荣耀。那我们就问题来了，我们究竟怎么样结出美好的果子，使我们天父得到荣耀呢？耶稣用这个比喻说他是真的葡萄树。那有真的葡萄树，必定是有假的葡萄树。我们从圣经当中就记载，以色列百姓被形容他是葡萄园或是葡萄树。我们看以赛亚书第5章，他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”从我们的以赛亚书就知道，上帝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所以以色列家被称为葡萄园。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，就是上帝的选民。上帝也透过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百姓说：“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。”上帝栽的是上等的葡萄树，是上等的，是神看为美好的。先知以西结书第15章也比喻说：“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，极其茂盛，栽种水旁，因为水多，就多结果子，满身枝子。”所以我们知道，不管是葡萄园，不管在葡萄树，以色列都被形容的是上帝看为好的，而且是上等的，而且是结实累累。在诗篇第80篇说：“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。”所以，我们知道，上帝透过他的仆人摩西带领百姓脱离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的日子，所以这个葡萄树成为以色列的一个记号。我们看到主前167年，有一个王国叫做塞苏古王，他们逼迫犹太人不可守安息日，逼迫他们要拜偶像，逼迫他们不可行割礼。然而，在当时候的祭司马加比带领这个犹太百姓来反抗这个王朝。终于这个马加比王朝攻破了统治他们的塞琉古王朝，建立他们犹太的王朝。所以这被历史上称为马加比事件。在马加比王朝，他们的货币那个表面呢，就是以葡萄树为表征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以葡萄树或葡萄园为他们的象征。然而，我们看到耶稣说，耶稣称自己是真葡萄树。真葡萄树，这个真呢，在希腊文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念法是阿雷辛诺紧张一下，然后哈干阿雷西诺斯，这个真葡萄树叫阿雷西诺斯，就是实在、真实、货真价实。这个真也称为纯粹，这个真也被称为值得信赖的。耶稣他这样的形容真葡萄树，这个真阿雷西诺斯，象征的它是真的。那有真的，就必定有假的。那假的是谁呢？
我们看到旧约圣经每次提到葡萄园，我们刚刚讲以色列都代表葡萄树或葡萄园，然而以赛亚书也形容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是野葡萄。先知耶利米也指责以色列百姓的败坏悖逆，也称以色列百姓为野葡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原本上帝看为好的上帝的选民，他们的祖先从亚伯拉罕与神立约，一脉相承。他们照理讲，这些神看为好的葡萄枝或葡萄树，照理讲他们会结实累累，他们的果实是甜美的、硕大的，是看为好的。然而，他们活出来，却不是如上帝的期待。原因出在哪里？原因出在罪。罪使人脱离了可信赖、真实依靠的主耶稣，人的悖逆开始不顺服基督。难怪耶稣才说：“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”各位兄弟姐妹，犹太人他们自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是按照血统他们可以得到救恩。然而耶稣向当时的百姓说：“你们以为以色列国真的是上帝的真的葡萄枝吗？”以色列众先知也告诉了百姓，说以色列正进入一个败坏的葡萄树。耶稣说：“我才是真的葡萄树。”身为犹太选民，这样的血统是没有办法救你脱离罪，没有办法救你使神救恩临到你身上。这个血统不是你得救恩的条件，唯一让你得救恩的，就是你必须要与神有亲密且活泼的关系。所以上帝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”就是葡萄枝必须要连接在葡萄树上，它才能够领受葡萄树带来的水分及营养。那个葡萄枝才有那个营养分来结出果子。阿们。所以耶稣清楚告诉当时百姓，唯有信靠耶稣，才能使他们归向神。外在的条件、外在的资格，都不是让你跟神和好的关系。关键是你跟神的关系，你必须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在谈到这里的时候，让我们不禁想到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宣教150多年。很多长老教会信徒，特别老信徒，很引以为傲的是，我是第几代基督徒，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。难道这个恩典的记号，如果不是在神的敬畏、对神的敬畏、对神的渴慕神当中去建立你跟神的关系，那个第几代将不是你得救的一个记号。唯一得救的方式，就是你单独的与神有好的关系，你与神和好。阿们。所以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怎么样跟神和好？就是常常透过你自己的灵修，透过小组的聚会，你有那个聚会，有个经历神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跟神的合一和好，是你得救恩的开始。所以我们在经文当中特别是注意到，神说：“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就剪去。”各位兄弟姐妹，凡主耶稣的这个葡萄树呢的枝子，它没有办法长出葡萄的这个果实，代表这个枝已经腐烂了，它没有办法继续从葡萄树当中领取了水分及养分，来使它的枝子可以结果实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树枝变烂了，它没有任何作用。圣经说，这个园丁是谁？
天父上帝。这天父上帝是管那个葡萄园的人，他会看到那个烂的无法结出果子的葡萄枝，他会剪去。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们的属灵身份叫做什么？基督徒。然而，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份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长出那葡萄的果实，代表我们的内在的罪性阻挡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使我们的内心已经开始败坏腐坏了。那个罪呢，隔断了我们跟葡萄树之间的相连性。那个腐坏的葡萄枝呢，将无法继续领受葡萄树下的给予的养分与水分，当然它没有办法结出果子。相反的，对于会结果子的葡萄枝呢，圣经说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可以结果子更多。哈利路亚！所以这个园丁呢，会看到那个葡萄枝，它是会长葡萄果实的。然而在周遭当中有一些树叶啦、多出来的树枝啊，或杂草，会阻拦这个有正常功能的葡萄枝结果子的外在环境。园丁会帮这个葡萄枝周围环境剪除干净，有利于这个葡萄枝可以继续生长更多的葡萄。所以各位兄弟姐妹，当我们有一个愿力来为主结出果子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当中难免都会出现一些杂乱、阻挡的因素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天父上帝是园丁，他会为我们剪除所有的困难之杂草，让我们的生长更得以顺利。阿们。所以各位兄弟姐妹，圣经说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如果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所以各位兄弟姐妹，藏在这个字呢，在原文意思就是保持住在或者留在里面。也意思说，我们这生命当中若不在基督里面，留在基督里面，或保持在基督里面的状态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结果子的。阿们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在他的里面当中，你当然吸收不到他的养分及水分啊。所以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们要常常带着渴慕的心。所以神对于渴慕的人，神也应许说什么？我也要藏在你里面，我也要藏在你里面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运作、管理、教导、带领，让我们这个葡萄枝呢可以有作用。阿们。所以你的这个葡萄枝之所以有作用，是神在你里面做工。你的生命当中要结出果子，不是你我很行啊，我很厉害，乃是神在你里面成为你的力量，让你的生命中有那个力量，有那养分啊，结出果子。阿们。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，他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的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，人拾起来，人丢在火里烧了。”各位兄弟姐妹，主耶稣再一次比喻葡萄树跟葡萄枝这样的关系，让我们仔细来看，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意涵。我们知道一棵葡萄树，它可以结出许多葡萄树以外，其实葡萄树它本身没有什么用处，因为所以你看哦，葡萄树它所长的花很小颗，很小，而且花很快会谢。它的花呢，不能像那个兰花一样，让你可以常放在那边可以欣赏。它小又快谢，所以它不是一个观赏植物。第二个，这个葡萄树的那个树干呢，它是很脆弱的，它无法让你当拐杖来用，它很快就啪
就要断掉，连那个葡萄树枝，你要当火烧，都当柴烧，你都要很多。为什么？这个葡萄树，我说它是不结实，它当柴烧很快就烧尽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从整个葡萄树的果实的整个功能来看，它唯一的功能是什么？唯一功能就是结葡萄。那结葡萄有什么功能？来想想，葡萄有什么功能？哦，葡萄酒哈，葡萄蒸馏酒哈，还有什么？葡萄干，啊，还有呢？啊，葡萄果酱哈，最新的哈，就葡萄果酱。然而这些副产品之后，几乎在葡萄树的整个功能当中，它都没有什么其他附加价值。花也不能常看，很快谢；树枝也是很脆弱，不能当拐杖用。当柴烧，很快就烧尽了。它唯一功能就是长葡萄。然而我们看到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住在耶稣里面，或者我们留在耶稣的里面，我们就可以从主耶稣那边领受属灵的营养分，我们就可以为了主耶稣来结出果子。相反的，如果这个葡萄树它离开了葡萄树枝，离开了葡萄树，它什么都不做，因为什么？树枝一旦切离了葡萄树，它等于断了所有葡萄树给它的水分跟养分，它根本没有生命的源头的力量，它自然会枯干。然而，我们住在神里面，我们领受神的水分、营养分，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可以有力量、有喜乐、有平安。阿们。跟你可比说，你有生命、有平安、有力量，预备来。所以，当我们这个树跟枝系在一起，它是什么？它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是丰盛的。阿们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来是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。”所以我们知道，一旦这个葡萄枝离开了葡萄树，真的什么都不能做，也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如同我们离开主耶稣的真理之后，我们不在主耶稣的真理里面，我们连那个葡萄干都做不成啊！因为没有果实，怎么做葡萄干？连葡萄干都做不成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树干没有办法从树里面吸水养分跟水分，它最后只能被人丢入火烧了。这个有人说，那牧师被人丢入火烧了，是不是进入那个永恒的地狱里面？不是，意思说，信徒若不在它里面，这个树枝呢，对于葡萄树、对园丁来说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基督徒的生命，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，你没有办法领受从基督的养分、水分的时候，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见证。不但不能见证主，反而让不信的人看这些基督的样式，反而被笑。哇，原来你基督徒就这样哦！哎呦，这跟我拜妈祖不就差不多而已吗？比我拜妈祖还差嘞！反而被取笑，反而让基督的名怎么样受辱。那他不但自己没有得利益，他反而让他信的主，这个主名受辱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你们就是我的门徒，我爱你们，如同父爱我一样。你们要常在我爱里面。”所以，我们属灵生命当中，我们必须要有成熟度。什么成熟？我们越来越清楚明白神的呼召，神的给我的使命，神给我思想的观念的成熟。有些人心里很不成熟，像小孩子一样啊。今天呢，牧师来送会友啊，假设不小心忽略了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，
忘了点头，忘了握手，忘了请安。回去跟媳妇、跟先生说：“啊，玻璃心，今天牧师没有看到我，心里好受伤哦。”这就代表什么？心理信仰不够成熟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要有属灵的果子，我们必须要属灵生命当中，我们有足够的成熟度，我们才能够结出果子来。神透过信徒的这样的信仰的领受，让我们结出果子，干嘛？荣耀神。所以圣经才说，你们也就是我们的门徒了。当我们生命都结出果实的时候，人就看到，哇，这是信基督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神告诉我们，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面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样，就是让我们生当中领受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，让我们心里充满了满足。阿们。所以耶稣说：“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”耶稣说：“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”我们看到在这经文当中，耶稣告诉我们3个爱的面向。第一个爱面向是什么？他与天父之间的爱。第二个面向就是他与门徒的爱。第3个爱的面向是门徒跟门徒之间的爱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爱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耶稣期待门徒跟门徒之间的爱是什么？在希腊文的意思是阿卡泡。阿卡泡的爱是什么？你知道希腊人他对哲学非常的精辟的解析，跟很到位的分析。希腊人对爱的层次有分了好几个层次，一个是神对人，一个是人对人。这个阿卡泡这个爱呢是什么？就是不离不弃的爱。你再怎么样悖逆，我都爱你，我都希望你悔改，归向神。那是阿卡泡的爱。那人跟人之间的爱是什么爱？朋友之间的爱。朋友之间的爱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phileo。phileo 就是什么？朋友之间的爱。今天我跟邓长老关系不错，我常跟他吃饭，我常跟他喝茶。有一天，我们利益冲突开始了，我们关系紧张了，我们破裂了，之间的关系的那个朋友跟之间的爱的程度，就因此怎样撕裂了，不在了。然而，主耶稣他盼望我们，这个爱不是用phileo爱的相处，主希望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一个不离不弃的阿卡泡的爱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耶稣才说，以舍命的观念来看，为了朋友牺牲自己生命的爱，没有比这个更大了。所以，当我们为朋友牺牲了爱，这个爱不是phileo，这个爱是阿卡泡。当你为了朋友连自己的命都牺牲掉了，死了，这个爱的层次就是阿卡泡，不是phileo。神要我们爱的程度就是如此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主告诉我们：如果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；我来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听的都告诉你们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在基督信仰当中，如果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，我们爱的层次是停留在phileo的爱，我们跟世界没有两样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爱你所爱的，与世界有何差异？世界的人岂不是跟我骂鸡的然后很好，但一旦冲突了，那个关系爱不会不离不弃，而是相离相弃。
那跟世界上有什么不一样？所以我们知道，说基督徒的爱是什么？应该就是阿卡帕的爱。那个耶稣不再称我们仆人了，仆人永远不知道主人下一步计划。为什么？仆人没有自主权，仆人只听命行事的。然而，朋友是相爱且信任。阿们。是你可以交通的，你爱到下去，他不会出卖你。朋友好到什么？我跟你有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哇，我们家那个何牧师啊，最近好凶哦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次度日如年啊，度日如度地狱啦，痛苦死了。你的朋友听到这话，绝对不会出卖你。我告诉你何牧师，你安刚刚跟我讲你最近对他很凶度日如年如果真的是朋友，他不会出卖你。而且你看主耶稣说，我把从天父领受的爱领受的这样信息计划，我都告诉你了，代表什么？是信任的。所以各位兄弟姐妹，基督信仰，你看，神爱我们，就把我们当作朋友。你看哪个宗教上面的上人也好啦，教主也好啦，对不对？哪个宗教不是叫你修啊，叫你做嘛，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哪会把你当朋友啊？大部分都把你当仆人比较快，叫你守那么，叫你做那么，叫你奉献什么。所以各位兄弟们，我们基督徒的爱就是阿卡帕的爱，不离不弃。这几天在上课的时候幸福小组4周的礼拜六上课，上到第4周，到昨天的时候，我的体力不行了，那可能没有运动，体力差。到中午过后，我的眼皮一直往下掉，一直往下掉，我就差一个就拿牙签撑住眼皮而已啦，眼皮不争气啦，那个上面的那个杨牧师或者讲师在讲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说的都对。猛点头有没有听？没有。周公找我了，泡茶去了。然而有一件事我听到了，他说，他们为了一个卖面的夫妻要传福音给他。原本那个卖面的夫妻对这个福气教会弟兄说：“你不要传福音给我们了，我都营业到10点才结束，我没有空理你。按照正常来讲，你没有空理我，我也没有空理你。10点了，我也要睡觉了。然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不离不弃的爱，阿卡普的爱。这弟兄就去他家，开始晚上10点的幸福小组，这样付代价。这夫妻说：“我信耶稣，你也不会加薪；我信耶稣受洗，你也不会得到什么业绩。你干嘛为了我得救付这么大的代价？10点来开始，等我回家的时候，等这些幸福小组同工回家的时候，都已经是凌晨了。各位兄弟妹，爱一个灵魂有爱到需要这样付代价吗？凌晨睡觉，凌晨到家。然而他们就是这样愿意不离不弃的爱，就是因为救恩要领导他们。阿们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把我们当朋友，他把从天父领受的教训都没有尝试的全告诉我们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不是你们接续我，是我接续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都赐给你们。”各位兄弟妹，这段经文刚好是我们台南神学院的校训，就放在礼拜堂十字架的两旁。每天的早祷晚祷都看到这段经文，我常想，我翁世军何德何能，让主耶稣为我定十字架？我何德何能，让主为我牺牲他自己的生命？
各位，我们何德何能可以领受这个救恩？你做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让主可以感动为你钉十字架？没有。那主为你做什么？就是为你钉十字架。那拣选你做什么？当然，拣选你是结果子啊，阿们。所以我们看到福气教会，他们就是这样结果子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教会领受这样的传福音的训练的教导，我们便知道，我们蒙拣选是为了爱，领受这个爱，进入这个世界来相爱，彼此相爱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世界为了名利争吵、争辩、争吵，然而基督徒却不一样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，如果有人问耶稣：“耶稣啊，你凭什么叫我们彼此相爱？”耶稣会回答你：“人为朋友牺牲了，没有比这个爱更大了。我是否也为你这样的牺牲呢？”是啊。所以，今天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基督徒，让我们一起学习耶稣爱人的生命。爱人的标准就如同天父爱我们一样。天父爱我们的爱呢，就是阿卡泡的爱。我们一起来念阿卡泡，预备来，就是不离不弃爱。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们多少次会因为人的行为跌倒，然而神叫我们要不离不弃，继续爱他们。然而爱不是用自己的能力来爱，乃是靠着圣灵来爱。所以我们常常要在我们的灵修、祷告当中，领受他的力量去爱人。阿们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他说，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慈、良善、忠信、节制。各位兄弟们，这就是我们领受圣灵结的果子。所以，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：当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为什么是我的门徒？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爱的实践者。我们跟随耶稣这样做，与这个世界对照，我们就成为一个爱的见证者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焦。教会成立的目的不是为了你我，多少宣教士牺牲生命来到这个土地，献了什么？献了生命。为了什么？为了基督的福音。各位，今天我们何其有幸，蒙上帝的怜悯。我们不是把爱停留在这里，我们要把爱传下去。阿们。盼望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不是空空的领受，空空的得到，我们就要空空的得到，就白白的这样分享出去。愿主施恩带领我们在主面前。我们这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了你自己，为了我们的教会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当中真的靠主，不是靠自己。主，求你给我们爱。我们一起，我们喊三声主，我们一起开口。哦，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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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当中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领受这样的力量来去爱人，乃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耶稣，我们将自己仰望你，愿主你圣灵施恩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当中靠着主成圣，靠着主的力量结出美好的果子，在你面前来荣耀你。愿主的施恩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这时候来洗礼，我们请陈弟兄来到台前。
亲爱的兄弟姐妹，请注意听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教训。他从死里复活，在还未升天之前，曾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圣父、圣子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像彼得当时叫人悔改，信耶稣基督，奉他的名受洗一样，我如今也要对你说，你必须要深信，你必须要悔改，告别你的信仰，奉他的名受洗。这圣礼点要成为你得赦罪的记号，表明你是从圣灵得到重生，与基督连结。牧师问你：你信上帝为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，圣灵为你的保惠师吗？你是否诚心悔改，并且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的功劳？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，尽力服侍，一生行他的道，尽信徒本分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这时候，我们来受洗。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为你施洗，使你归入主的名下，成为主的门徒。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这时候，牧师要宣告，请众人起立。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，我奉靠教会的头，也是大君王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右长小会的权柄，接纳你成为北参会员，有份在主的宴席和新约的恩典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全能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，以这圣礼点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。愿你赐福他，恳求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坚固他，以你的恩典赏赐他，连结于基督而得主充满，永远在里面，在试探中，主你保守他，使他在信仰的上面打美好的仗。愿你的能力扶持他的软弱，保守他安稳在你的爱里面，使他一生一世服侍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使我们参加今天的圣礼点，更能明白受洗的意义。求你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，亏欠受洗的恩典。求你使我们真心的悔改，引导我们回归向你，从今以后成为你忠实尽忠的仆人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靠耶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会众请坐。我们请主任牧师及我们的小会员来接纳。陈牧师。感谢主哦，咱恭喜陈义伟哈，因为上次我们洗礼的时候，他刚好住院，但是今天神的恩典哈，虽然是一个人哈，但是众人的祝福。哦，我阿妈哈，阿英姐哦，她那个非常关心哦这个事情哦，我们鼓掌啊，感谢主哦，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的爱。上帝的恩典啊！
让一伟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愿神的爱充满他哈。那牧师代表教会要把这个洗礼证书，还有我们教会送的上帝的话是最大的祝福哈。盼望一伟能够领受神恩典，一生蒙福。我们恭喜陈一伟弟兄成为我们属灵家庭的一份子。我们这时候来同心来领受主的圣餐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凡属他教会的，按照教会的规矩，可以领受圣餐。我们一起领受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请注意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说恩典的话。凡劳苦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请你们注意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说：“我当日传给你们，原是从主领受，就是主耶稣被卖那一夜，拿起饼，祝谢，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所打破，你们当这样行，来纪念我。”然后主耶稣接着拿着杯，说：“这杯是新约，是用我的血所留下的。你们每逢喝这个血，喝这杯，为了要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，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他再来。”在我们领受与主同桌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现在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，为了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，我们谦卑的恳求你差遣圣灵，使我们分别为圣，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与杯，使我们领受这些，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。你的恩典帮助，使我们的灵得以培育，在恩典当中成长，且荣耀你的圣名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所打破，你们当这样行。”我们请长老来服侍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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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凡受洗过的，不论你属于哪个宗派，欢迎你与主同桌。保罗说：“当我们领受这个圣餐时，我们当在主面前谦卑悔改，免得我们吃自己的罪。”不论你属于哪个宗派，欢迎你一起与我们与主同桌，领受主恩。当我们领受这样的饼时，我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，免得我们吃自己的罪。
有哪位弟兄你已经受洗过？哦，兄弟姐妹你已经受洗过？那还没拿到的，请我们举手，我们请长老来服侍。有没有那个明德兄啊？我们请长老来服侍。有哪位兄弟姐妹已经受洗？不论你在哪个宗派，欢迎你与主同桌。还没达到，我们请长老来服侍。谢谢。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所打破的，你们当这样行来纪念我。”我们同心来领受。主耶稣说：“这杯是新约，为我血所流的，你们当这样行来纪念我。”我们请长老来服侍。不论你属于哪个宗派，欢迎你与主同桌。当你领受这个圣餐杯，我们当在主面前谦卑认罪悔改，免得我们吃了自己的罪。谢谢。主耶稣说：“这杯是新约，是为你们所流的，你们当这样行来纪念我。”我们同心来领受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诚心感谢你，因你的慈爱大爱，我们领受你的圣餐，是我们培育灵魂真实的食物。再次让我们明白
你喜爱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也让我们明白，我们是你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，就是蒙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，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为活祭时，求你接纳我们，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持续在圣洁的交通，从今以后更能够荣耀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这时候来奉献。我们请我们长老来收奉献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《一生爱你》。亲爱的宝贵耶稣，你爱何等的甘甜，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，爱你是我的一生爱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。我们再次说，主啊，我一生爱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主我敬拜，一生爱你，一生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主你说，主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主啊，我们要常连结在主你身上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将我们坏的生命拿掉。主啊，将我们这些杂草拿掉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，我们得到更多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来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耶和华主，你是我们的产业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杯中的份。主啊，我们所得的，主你为我们持守。主啊，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。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。主，我们弟兄姐妹的产业实在是美好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是富足的上帝。主啊，在面对现今这样疫情的袭击，主啊，我们弟兄姐妹仍然能够依靠耶稣，有平安，有丰盛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现在主，我们弟兄姐妹带着恭敬的心，预备我们的奉献，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主你大恩施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充充足足。感谢赞美神。主啊，我们这样恭敬在主你面前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祝福差遣。
主的爱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在何方，愿他赐福你心里安康。主的爱如流水匆匆，与你分享他的爱，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烛光。愿主的爱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在何方，愿他赐福你心里安康。主的爱如流水匆匆，与你分享他的爱，在那蒙蒙的黑夜里见烛光。祝祷，请翁牧师。愿耶和华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；愿耶和华脸仰望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请坐，默祷闭会。敬拜团是不是要做个祷告？敬拜团是不是要做个祷告？还是我去上课？